所以就真足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就亲像有知识的，就保守机会，因为当今的是时势是邪恶。一点，咱三甲来用圣诗149首，圣诗149首，发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就你，主，我就你，入地光明得自由徛在，救主，我来就你。肉体疼叹，你使我勇行；心神软者，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真胜得你疼。救主，我来就你。这点咱三角起立来吟。
咱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新的界面以圣诗头前12页，牵着咱一心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仰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仰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前几个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兄，亲像我捌听恁，恁就会安尼三兄。恁若三兄，正人要比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下面咱来看，今仔日看诶。记载伫启示文49篇，也就是以赛亚55篇，启示文49篇，伫圣诗后壁面1089页。牵着咱大家来看，来最大的人才有水，上下人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面。买钱嘛买文。恁若着开钱买袂食的直个面，那连都好开钱买食百面。恁最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享受上好的食面，互恁满足。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有我的时，就来求叫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啊，就到善意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行较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好甲势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嘴讲出来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全，正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激的所在会发伤悲。
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这点咱三角額頭來祈禱。主必聽咱的天父，我們感謝你，伫過去的一禮拜當中，伫生活也是工作中，攏有你的保守甲看顧。雖然阮有拄着風颱的侵襲，有緣攏將一切危險甲不安，攏轉作平安。伫即個聖的日子，阮閣做伙聚集伫你的聖殿當中，安靜伫你的面前，向你獻上阮的敬拜甲感恩。這攏是你的恩典，主啊！你一切作為是何等的奇妙，阮誠心獻上阮的感謝。主啊，阮也要感謝你，日頂主日阮所舉辦的野外禮拜，你互阮不但有真好的天氣甲場所，阮也透過禮拜甲聯誼，互西湖教會設立40周年的根基，會當閣較穩固。主啊，阮知阮是微細的，阮的資源也是有限，但是一切的安排攏是有你的旨意，會當互阮佇即個所在繼續來傳播你的福音，互人來認捌你。主啊，當阮有即個福分，做伙組織來敬拜你的時陣，阮也想起世界上有真濟人無有即個平安甲自由。阮特別為着因為天災、戰爭、饑荒以及無公義的事件來喪失性命、家園甲親人的人來祈禱，求你憐憫安慰遐心靈破碎的人，醫治因的創傷，也求你親自伸手，互戰爭止煞、仇恨變作饒赦，保力屈服佇你的公義之下，互受苦的人佇黑暗中悠然看見毋茫的光。主啊，阮也將世界各國因為經濟甲關稅的問題所引起的爭端交託互你。人有限的智慧，常常彼此帶來戰爭甲不安。求你賜予各國的領袖謙卑甲智慧，互因會當以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式來協商，促進理解甲合作，互百姓佇穩定中生活，國家會通進步。主啊，佇阮的兄弟姊妹當中，有心靈欠安的，有人佇病痛中咧掙扎，有人陷入生活的壓力甲焦慮，有人心靈感覺孤單兩正。求主成做因的力量甲避難所，你必聽心醫治，你憂傷的時陣來安慰，你孤單的時甲因同在，互因經歷着你真實的扶持甲恩典。親愛的天父，今日阮同心合一獻上，願你的疼結得阮，願你的真理引帶，互阮佇生活中成做你的見證。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佇地上，親像行佇天裡。願安尼祈禱，攏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來求。即條聖歌隊要讚美，要請吳永吉執事來獻詩。
下面咱们来看上帝话，今仔日来看的经节，第二旧约出埃及记第9章第1节到35节，出埃及记第9章第1节到35节，和本字记载是78页到80页，白话汉语本是67到68，现代中文译本是78到79。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入去见法老，甲伊讲，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就准我的百姓去，通服侍我。你若毋肯互因去，犹原免用留因。看耶和华的手要伸伫你的田里的前生，马如骆驼、羊群，要有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前生甲埃及的前生，你若属以色列人的，无死一只。耶和华就定着时期讲，明仔日耶和华要伫即个地行即个事，隔日耶和华就行即个事。埃及的前生拢总死，总是以色列人的前生拢无死一只。法老找人去看。以色列人的前生连一只也无死，总是法老的心固执，毋准百姓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讲：恁着不滚啊旁的罗尼的火夫，摩西就伫法老的面前仰天压去，要伫埃及全地变做尘埃，伫埃及全地。个人甲前生的身躯，拢生粒仔诚做疮。第10节，因着不罗尼的火夫徛伫法老的面前，摩西仰天压去，就伫人甲前生的身躯生粒仔诚做疮。博士因为粒仔伫摩西的面前徛袂牢，因为博士甲一切埃及人的身躯拢有迄号粒仔。耶和华互法老的心硬。直到毋听因，拄照耶和华对摩西所讲的。耶和华对摩西讲：“你清早起来，徛伫法老的面前，甲伊讲：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就准我的百姓去，互因通服侍我。因为即一摆，我要互我一切的灾祸到伫恁的心，甲恁的人神以及你的百姓。”互你知，伫普天的无一个会比碰我。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甲你的百姓，你就已经灭伫地上。总是我互恁徛在，是雕故意要用你显明我的大权能，互我的名报扬伫地上。
恁犹阁对我的百姓自高，毋准因去吗？看，明日将近即时，我要落大炮，对埃及开国以来，未捌有安尼。但你着找人将你的精神，甲你田里一切所有的，会逼因入来。你若犯田里无收倒转来厝里咧，无论人甲精神，炮要落入你的身上，因就要死。20节，法老人群的中间，行为耶和华的话的，就互伊的奴仆甲精神走入厝内。总是迄个无掠耶和华的话最要紧的，就将伊的奴仆甲精神留伫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天里伸手，互炮落伫埃及的遍地，拍人甲精神，以及田里的菜色，通埃及地拢安尼。摩西天里伸出伊的管仔，耶和华就起雷落炮，有火行伫地面上。耶和华落炮伫埃及地，对安尼有炮也有火掺入炮的内面，真厉害。对埃及开国以来，遍地未捌有安尼。伫埃及遍地，见若伫田里，无论人也是精神，拢互炮拍，炮也拍田里一切的菜色，搁拍击田里一切的树木。独独伫以色列人所有的外山地无落炮。法老找人叫摩西、亚伦来，甲因讲：即一摆我有犯罪，耶和华是公义，我甲我的百姓是歹。咱遮的切雷甲炮已经够额啦，求恁祈祷耶和华，我就准恁去，毋免搁点一只。摩西甲因讲：我一个出城，就免耶和华举起我双支手，雷要煞，炮也无搁落，互你知全地拢属伫耶和华。30节，总是轮到你甲你的人群，我知恁要是无敬畏耶和华上帝。迄时，麻甲大麦受拍歹，因为大麦已经出水，麻也开花，独独小麦甲粗麦无受拍歹，因为也未大长。摩西离开法老出城，掠起双手耶和华，雷甲炮就煞，雨也无搁摒落地。法老看见雨、炮甲雷拢煞，就激发犯罪。伊甲伊的人群拢硬心，法老心硬，毋准以色列人去，拄照耶和华托摩西所讲的。以上下面讲到牧师今仔要讲的题目是把握机会，咱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大牛队了有提起，就是咱对今仔开始，咱的教会的主报有改版，用一个新的图，虽然讲咱原来的设计，迄是真有艺术感，嘛是40档以前，咱的前辈因所藏伫心中的梦想，但是咱也要知影，咱把握咱目前的一切。咱爱真正珍惜咱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做伙、互相照顾、互相关怀，梦想真好。阿扁嘛讲过，有梦最美，希望相随。但是咱无可能永远活伫梦想的中间。咱真正会当有梦想，但是咱爱珍惜咱现在有的一切。所以有改版，然后咱的色调也尽量是较稳重，较稳重一点。迄个，迄个可能太大声哦，好，敢会伤大声，迄个 echo 上重。所以亲像咱伫顶礼拜所讲的，咱感谢上帝所授予咱的一切，无论咱目前感觉咱所有的是好是歹，但是上帝拢有伊美好的意思，拢有伊
的意念是关过咱的意念，所以无论咱头前的路是怎样，咱拢用感谢上帝、感恩阿乐的气力，咱做伙来同行。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大气力，感谢你无限的疼，你看顾带领阮。阮今年庆祝纪念教会说到40冬，阮恳求上帝你带领阮头前的路。主啊，阮今仔日的圣经信息。阮知拢有你的意思是中间，但是主啊，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无论是宣讲的也是听的，主啊，求主你，互阮会当谦卑阮的心，阮领受对主你来，你亲自爱阮，听其的话，主啊。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以下的时间，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几礼拜拢喺读出埃及记，咱知影出埃及记是真关键，伫旧约中间真关键的一贯册，因为出埃及记，互以色列百姓真正对伫埃及做奴隶，会当脱出黑暗，脱出遮个邪恶势力，进入伫旷野，会当真正敬拜耶和华主上帝，对伫奴隶转变，对伫人的奴隶转变，成做上帝的百姓。所以咱读到第9章，咱就读到就是摩西搁一遍来到伫法老的面前，伊共款求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允准上帝的百姓来离开埃及，要来到伫旷野敬拜上帝。咱知影伫旧约中间。讲到敬拜上帝，咱来敬拜上帝。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服侍，所以咱绝对袂当讲我是平信徒，我干那来赴礼拜，名干那做礼拜。做礼拜其实就是一款上基础的服侍，因为敬拜上帝。的行动就是服侍上帝。咱伫敬拜的中间，咱会当互咱兄弟姊妹平平得到激励，这就是服侍上帝。伫礼拜中间，咱做伙祈祷，咱透过祈祷坚固咱的兄弟姊妹的信心。增加因面对头前的路的勇气。咱伫礼拜中间做伙祈祷，这也是服侍上帝。所以咱在座，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是咧服侍上帝。礼拜服侍绝对毋是徛伫台仔顶，礼拜服侍绝对毋是干那咱看会到的。咱大家伫即个所在、即个时刻，咱拢是做伙去服侍上帝。所以真重要的，伫埃及地，以色列百姓互埃及人当作是奴隶，因是做人的奴隶，伫遐服侍人。但是上帝爱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伫旷野敬拜上帝，敬拜耶和华，服侍耶和华。
互以色列百姓成做上帝的百姓。所以这是一个真关键的一贯册，伫圣经的中间。当然，咱看到伫第9章内底，法老王伊的反应，伊是继续伫遐心硬，伫遐拒绝，所以上帝搁再降3个灾厄来到伫埃及，伫第9章中间有3个灾厄，第一个是瘟疫，互埃及人的精神死了了。第2个灾厄是猎仔的疮，互埃及人身躯得到极大的痛苦。过来咧是冰炮的灾厄，将埃及人用来生存的农作物来毁坏掉。不过，经历这3个灾厄，法老王犹原一遍搁一遍，心硬来拒绝上帝的命令，无爱听上帝的话。这互咱真正爱来思考，就是一个人爱受提醒偌济遍，才会当真正严肃来看上帝的话，来怎样真正严肃来看待上帝的命令。第一个瘟疫，过来是猎仔疮、正手病，这是冰炮。冰炮毋领冰炮，佮伴着落雷。落遐济，是这上出埃及记中间记载上帝降10个灾厄到伫埃及。伫遮的记载中间，咱就看到即个心硬的埃及法老伫上帝的面前，就算讲上帝一遍搁一遍展现上帝的气力，但是法老王呢，伊一直咧想讲，我靠我家己就会使，靠我家己的气力，我就会当赢过一切。到最后，实际上法老王就因为安尼，最后家己为着伊的心硬，为着伊择恶固执，所付出真重的代价。即摆图，即个唐吉诃德咱知影唐吉诃德伊做了一个真起笑的行动，是啥物？伊将迄个风车看做是大恶魔，然后咧，伊要跟恶魔挑战，然后咧，伊就全副武装，骑着伊的马，伊就将迄只真老真歹看的马，常是上水的战马，然后咧，伊冲对迄个风车，结果咧，凄惨落魄。所以唐吉诃德，咱知影，这是伫古典文学内底，欧洲古典文学内底是一个喜剧人物啦，是一个喜剧人物。其实唐吉诃德是迄当阵，迄讽刺什么？讽刺当时的社会的保守的遮的既得利益者，遐的所有的贵族。贵族掠掉迄个传统，然后咧，将一切的科学、将一切的文学、将一切的知识看做是妖魔鬼怪。所以咱知影，迄个
迄个地球绕着太阳转，因伫遐反对也要害，然后伊将真侪咱即马看做是科学常识的代志，看做是妖魔鬼怪，然后咧，因了自以为是这个秩序、世界秩序的拥护者，然后咧。开始伫遐制造想象中的恶魔，然后就伫遐整，规工伫遐整，什么新学说出来啦，新的文学作品出来啦，伫遐吹内底，这违背信用，烧掉。然后这个科学家讲什么科学理论，烧死巫术，烧死，这是中世纪，一个真黑，咱讲中世纪是一个真黑暗的时代，就是讲到这点。当时有真侪既得利益者，因亲像堂吉诃德，将一个大风车想象成做大恶魔，然后咧想象家己就是替天行道，然后咧整天在跟这个想象中的恶魔在争斗。结果凄惨落魄，家己凄惨落魄。这个小说内底讲啊真生动啦，伊冲向迄个风车，然后风车咧伫遐呸家己。这个看到电影、卡通会当演啊，非常的生动。爱去佛陀王，敢毋是就是安尼？明明事实囥伫头前。上帝的命令，咱若违背，就是会有遮个无好的后果。但是反倒咧，伊想讲，我是一国之君，我是大帝国的领导者。你即个摩西、亚伦，恁是咧走去抗议，佮走转来的，你算啥物？你算啥物？迄款的心态。结果，咱就看到即个十倍灾厄，咱慢慢来看，哪来哪严重，然后咧，埃及法老王甲埃及人哪来哪凄惨。咱大先讲着第5个灾厄，就是瘟疫。就算讲咱即马科技真发达。医药真先进，但是每一遍有类似即款瘟疫来发生，咱讲瘟疫其实就是传染病，其实咱即摆来讲就是传染病、疫情。其实咱人类犹原是无办法来面对。既然讲是疫情，就表示迄是全民性的，迄是传染性的。迄是咱挡拢挡袂起来。伊为虾米瘟疫不只是带来对咱健康的损伤，瘟疫上可怕的就是传染性。1997年，台湾的猪只口蹄疫，咱中间敢有囝儿？也是有亲情，迄当阵做兵的。1997年，台湾口蹄疫全面扑杀台湾的养猪户的猪只，人无够要安怎？派军队去，真侪服兵役，迄当阵1997年服兵役的后来拢惊着，甚至有诶到即马。讲无办法，伊讲迄个听迄个胎猪仔迄个叫声，佮迄个臭味，要30天以后佮袂当，拢会记条条啦。1997年台湾的猪只口蹄疫全面性的感染，结果咧害着咱台湾本来是饲猪的王国，咱在座有婚姻人。婚林西里遐附近，迄台湾饲猪，迄是上出名的廖家，婚林廖家，迄饲猪，因即个家族真侪拢是
养殖猪的迄个大户。好，所以这个1997年、1997年的台湾的口蹄疫，因为台湾的猪肉当时全面扑杀了后，过来是后来台湾列为疫区，猪肉袂当出口，一直到前2冬较更新，好，将这个疫区的身份来甲伊除去，更新会当出口。但是前后估计是1700亿，吼，台票1700亿。1997年的时阵，一碗迄个牛肉面，可能是60箍啦吼，可能台北较贵80箍。啊，即马咧，即马台北的牛肉面一碗偌济？120啦吼。上俗的737巷迄个拉面，啊不是迄个刀削面，110。旧年较起价，本来100，细碗，即马110，对737刀削面，110，迄是我找着台北市上俗的，台北市上俗的，但120，搁有140，搁有180，所以这1700亿，迄是低估哦，过来，这咱就较接近咱即马的，2019年年底开始，约2冬，即个新冠疫情。也是讲咱台湾讲是武汉肺炎大流行，造成全世界甲各国空前可能不会绝后，真严重人命的损失、财产的损失。甚至2022年，若无记毋着，迄当阵，即个台湾的迄个，有一个团体。做教会的普查，疫情前后，教会教士被变成7成尔，所以咱西湖教会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是较低的，较低的，大部分的教会剩7成，啊，到伫即马，好亲像我安尼4过2的，差不多也是安尼，教会的教士。到即马，疫情已经3级警戒已经解除了后，已经无去了后，到即马嘛是2冬外，教会界阁承担着即款的损伤。对教会是安尼，对世界、对经济拢也是安尼。咱看真侪都市的商店街到即马还袂真正恢复。真侪迄个做餐饮业，拢会甲咱讲啥物？疫情结束之后，生意真歹做，所以咱袂当否认即点。虽然讲台积电股票一直起，但是真侪咱的基层犹原是承担着迄个疫情的影响到即马。这就是瘟疫的可怕。瘟疫1997年猪只口蹄疫，然后咧，这个2019到2022，新冠病毒疫情肆虐，迄当阵电视规工咧报这，我想咱心情拢真歹啦，咱心情拢真歹，尤其迄当阵牧师伫彰化，彰化市是第1例境外移入，咱甲各位个字白牌计程车，迄个迄个发现的迄个耳鼻喉科的医生，我阁熟悉的，迄个耳鼻喉科，当然伊后来伊会感觉真委屈，伊发现，但是咧，伊的患者说毋敢去医遐看病啊啦，讲你遮发现第1例境外移入发现，其实伊是他诚实通报，伊嘛做好伊家己的迄个相关的。迄个事后的一寡措施，但是犹原伊的迄个禁售，受到足大的影响。所以咱知影瘟疫是真可怕，瘟疫，因为瘟疫是全面性的，是传染性的。但是法老王就算面对遮尔严重、遮尔可怕的灾害，伊犹原固执
无愿意退一步。咱知影瘟疫可怕，可怕在伊的传染性，咱知影真侪病症真可怕，但是无拄有传染性。但是只有一讲到有传染性的病，其实咱是无形中间会真正真惊吓。咱应该拢会记起迄当阵，真侪人电梯离迄个电梯的迄个按键会惊着哦。有诶佫特别用笔去涂，结果甲迄个按键涂歹去。咱拢会记起迄当阵会惊吓。所以对咱家己的经验来看，咱就知影法老王真正是心非常的硬。不过咱家己诚做基督徒，咱嘛爱家己反省，咱敢起造咱的抵抗力，去面对攻击咱灵命的瘟疫。当然，这会咱讲到真侪负面的心理、负面的心态，咱敢有迄个强的抵抗力。所以转来顶礼拜，咱在座有人顶礼拜无去吼。其实但是其实迄个有迄个若有兴趣，甲牧师来讨迄个课吼。啥物叫做赞美的力量？赞美的力量就是真正的学乐，真正的赞美，就是咱接纳上帝收拾咱的一切，咱看做是好，所以咱会当真正来赞美。毋是拢是亲像迄个社会安尼，你真好，但是你有时阵安怎，也是你考试考啊真好，但是无下伫我的要求，这毋是真正的学乐，这毋是真正的学乐。当咱愿意相信、接纳，对心内接纳上帝所收拾咱的一切，无论好也是歹，也是无好，这互咱会当真正来学乐。对伫学乐的中间，咱将一切交托互上帝来带领，咱真正愿意放落，互上帝来带领，毋是讲因为咱囥伫心中。上帝啊，你真好，但是你安尼对待我，啥物代志顶面你安尼对待我？上帝你真好，但是上帝啊，你无互我诚做变成好野人。这毋是真正的学乐。真正的学乐是咱相信，咱即马无论处境是好也是歹，咱相信这是上帝有伊的意思伫内底，所以咧。咱愿意接受面对即个歹的，因为咱知影上帝是好，咱知影上帝有迄个好伫遐，所以我愿意继续坚持伫信仰，我愿意继续行落去。这叫做抵抗力，毋知咱敢有即款的抵抗力？瘟疫的可怕在伫传染性。瘟疫的可怕就是伊的影响是全面的。所以咱知影面对瘟疫，上好的方法是啥物？就是抵抗力。亲像当前咱惊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真惊，因为咱迄当阵无抵抗力。但是咱煮有风车，咱有人煮3遍、4遍，甚至有人煮超过6遍，咱即马拢有较强的抵抗力。所以咱看到电视迄报，现在阁有新冠病毒的疫情，咱即马挂喙安乐会使去，咱即马
有身体有不良反应，咱赶紧去就医就会使。但是死当前咱惊要害，甚至死当前咱一染疫，倒伫厝里2礼拜，袂当落眠床。差别在于倒位？抵抗力。请问咱基督徒，咱的灵命敢有啥物抵抗力？咱的抵抗力有多少？过来第6个灾的是捏仔疮。第8节到第12节记载上帝讲第6个灾的，就是全埃及人身躯拢生疮，甚至法老王身边的遮个宫廷内底的仆士、遮个官长，也遭受到即个生疮的迄个影响。圣经真好，真趣味哦。咱看出埃及记9章第8节到第12节，无写着埃及法老王有生疮、生粒仔，无。但是咱知影，咱会当确定的，咱毋知影伊敢有受着影响。但是咱看到是悠然固执，就算讲伊身躯边的人拢生粒仔。生粒仔、生疮，伫遐真艰苦，讲徛袂牢。但是埃及法老王悠然心硬，无愿意遵探上帝的命令。讲到生疮啊，其实即个生粒仔，就是咱即马所讲的生粒仔啦，喙破，其实嘛是一款的疮，用迄个医学的定义，也是讲你互迄个恙虫，也是一寡虫，你规片，迄拢是疮，用医学上，疥疮是不是？咱若有捌皮肤无爽快、生疮啊、生粒仔的经验，咱就知影迄是，你其实讲疼也毋是真正疼咧，但是就足艰苦啦。就足艰苦，所以有时阵咱安怎？咱甘愿家己了啊流血，咱甘愿即个粒仔了啊流血，因为真正迄个足徛袂牢是啥物感觉？袂死啦，袂真正痛苦，足痛苦，但是毋是真正疼到迄个程度，但是你就是足艰苦，想要家己了，甚至想要甲迄个疮家己割开。上好积极的，甲迄个血积极的，其实医生拢讲莫安尼啦，医生拢讲安尼会愈来愈惨，甚至医生讲感染了后，你的损伤会更较大。但是咧，不得不这样子，这就是即个粒仔生粒仔的灾的生疮的灾的遐尼恐怖。但是法老心的固执。所以，即个心的固执，就亲像生疮共款。咱若是坚持要去了，要去割开，咱的损伤会更较大，损伤会更较大。所以咱讲，不要再去揭疮疤，不要再去揭疮疤。过去的代志拢过去啊，重点是咱搁来要安怎做？所以咱改版40周年，咱周报改版其实也有即个意思。40年的路真长，起起落落，可能也互咱心中有一块无好的感觉。咱40周年，咱做一个决心，无好的代志。负面的情绪要断舍离。最近有一篇文章讲到啥物？讲到咱年纪大，咱开始会安怎？会收集，会囤积一些东西。当然，像讲迄个曹新成收集古董，当然迄是迄好野人的闲情逸致啊，也是讲有人即个枯木。
做艺术品，哦，迄是一个闲情雅致，啊，有人捡石头，然后咧，哦，迄个当做艺术品，迄是收集。但是有时阵，即个界限变成什么？迄个文章有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讲啥物？一个长辈，伊拢会将捡迄个骨头、鸡仔的骨头，然后咧包装冰伫冰箱，啊，甚至安怎？真侪拢已经生菇生虫，伊悠然放伫冰箱。啊，即个作者去田野调查去问伊，你为虾米要收集遮个人食剩的骨头、鸡仔骨头、鸡肉骨头？伊讲哦，这个会当放汤呢。问题是伊囤积规个冰箱，啊，其实嘛食袂了，咧放汤会当放，搁种放20冬呢。这就是这个有点太啊，另外一个案例是啥物？有一个因为工作，他做文字工作，目睭已经接近失明的一个长者，伊到安尼，伊悠然收集真侪英文书籍，原版英文书籍。这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规冰箱拢是剩饭剩菜。啊，他的分析就是不安全感。咱囡仔时代，咱生活真困苦，所以咧，咱想讲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但是当你不要浪费是好，我嘛真爱食菜尾的，真正我嘛真爱食菜尾。问题是讲你若变做囤积，影响到咱的生活，这就要回想到不安全感，因为细汉辛苦无饭通食，所以你会伫即仔生活较好了后，你悠然借着规冰箱的剩饭剩菜，来互你有淡薄仔安全感。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是啥物？讲伊目睭已经工作，目睭已经强要青命啊！伊悠然买遐个伊无可能看会了，甚至伊无可能会搁去读的外文书籍。伊讲我年轻的时阵，我是英文翻译，我是很有名的英文翻译。伊讲伊翻译真侪出名的册，互大出版公司翻译做英文翻译、外文的翻译，曾经有辉煌的过去。所以伊囤积外文书籍，佮继续买，规厝内底拢是外文书籍。但是伊根本目睭已经无可能看英文、看册啊，迄叫做啥物？让他有一个迄个成就感。年少时期曾经有的成就，他靠囤积，囤积这个外文书籍，来让他感觉自己的重要性。这讲到这个，迄个有时阵咱会坚持一寡代志，但是到一个程度，咱拢甲人讲，因为迄个文章其实是咧讲啥物？讲台湾有一个慈善的机构，一个组织，因就是有志工去帮忙独居的长者整理房间。然后第一个要做的是啥物？断舍离。就是伊透过替独居老人来整理房间，教导因要断舍离。啊，伫整理的过程中间，阁爱关心着因，看到遮个人来关心我，详细断舍离。这个断舍离其实是真侪咱面对着这款有囤积的那个已经过度的囤积的影响的，有这个镜头的老大人，咱爱慢慢啊教导的，帮伊来整理房间，然后互伊感受到哇，原来我的厝若整齐了后是遮尔好大，其实我生活阁有真侪美好的所在，断舍离。
所以咱要知影，上帝拢是互咱有机会通改变，拢是互咱有机会通接纳、通顺探伊的话。上帝拢是互咱有机会，所以其实上帝也互法老王有机会通改变，通顺上帝的话。好，所以咱读到即个佮过来的第7个灾的中间，咱就有看到即个上帝怎样互人有机会。但是9章15节到17节中间，其实上帝透过摩西就甲法老王讲我原本上帝讲，伊原本会当用瘟疫毁灭掉整个埃及，但是咧，伊保留埃及人的性命，伊敢若互前生受到瘟疫的影响，就是愿意互法老会当回心转意，会当互法老改变伊迄个硬的心，会当回心转意。来顺探上帝的话，温准上帝的百姓来离开埃及。上帝对头到尾拢一直互人有机会。好，来到第7个灾的就是鞭炮。上帝降的第7个灾的就是鞭炮，甲落雷做伙降落。不但鞭炮将开花结水的农作物来毁灭掉，然后咧雷落来，引起大火。是讲鞭炮燃着火。咱若经历过落鞭炮的人，咱在座有住过外国的，咱就知影，台湾可能较罕啲有迄款严重的鞭炮，因为台湾是海岛啦，咱四面环海，咱罕啲有。你若大陆形势好，南非啦、美国啦，迄鞭炮迄是常常会有的，甚至热天也会有鞭炮，因为对流，空气对流，将空气湿冷空气，将湿的空气推到高海拔，然后咧冷。所以咧，结冰了后，冻规个落落来。咱知影每一遍鞭炮落来迄常常是天昏地暗，然后鞭炮拍落来伫地面上，巴西可能嘛有。迄鞭炮落来，冰冰冰冰，迄厝顶落来，冰冰冰冰，然后车，迄袂输是。广告共款，迄种真可怕。迄款的恐怖，迄款的声音，咱若住过外国的，可能拢有即款的经验过。鞭炮，迄个是小 case 的，迄是高尔夫球大小，人阁有人迄个鞭炮是棒球大小，阁听过足球大小，迄拍落来，所以咱若住过外国就知影，每一遍鞭炮了后咧，真侪迄个修理车的，拢生意拢特别好，然后保险公司拢爱赔一大堆，因为迄鞭炮落来，真正车拢讲啊密密麻麻，有的玻璃拢会讲破，厝顶拢会讲破，鞭炮鞭炮就是安尼，所以咱知影。出埃及记9章23节到25节记载即个鞭炮的灾祸，迄是真严重的、真可怕的，甚至带着弹雷，迄雷阁落雷，造成的损害不只是鞭炮拍落来，阁大火烧，无怪即个心硬的法老暂时屈服。暂时退步、退让，但是咧，即个法老
伊是因为即个灾厄本身，所以伊退让，所以伊屈服。伊毋是真正学习到敬畏上帝，所以当灾厄拄去了后，伊煞过一遍恢复迄个硬的心，迄个无愿意顺从上帝命令的固执。所以咱学到啥物？大圣咱学到上帝总是互咱一遍搁一遍的机会，因为伊疼咱。所以诗篇103篇第8节讲啥物？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无快快受气，无快快受气，亲像即个出埃及记，即个10个灾厄中间，实际是上帝讲伊要落灾厄，但是每一遍的灾厄，其实伊拢无完全消灭埃及。同款，上帝互咱经历真侪事，咱也爱感谢上帝。伊是爱咱趁机会，爱咱趁机会，伊提醒咱，伊毋是甲咱做对敌，要来消灭咱，毋是，伊是爱咱改变咱家己，爱咱回心转意。爱咱把握机会，把握时间，紧来顺趁伊。但是咱真正爱反省，人敢知影把握机会，人敢会当真正谦卑家己，人敢会当学习到尊主最大。所以愿咱拢会当把握机会，咱安静心。听上帝的声音，咱搁爱把握机会调整咱家己的脚步，调整咱的方向，咱来跟对伊，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慈悲听痛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你是充满慈爱，甲怜悯，你无快快受气，你永远用你的慈爱。去引带阮，所以你互阮经历一切，是要教示阮，是要提醒阮，阮常常爱调整阮的脚步，阮也爱特别学习，就是谦卑阮家己，来互你来引带。但是主啊，阮常常看无清楚头前的路。阮需要你用你的话来指示阮，阮若有时阵，阮无迄个耐心，阮快快伫遐受气，阮无愿意等待你的旨意显明。主啊，恳求上帝你用你的怜悯来改变阮，你也用你所看做上好的方式来教示阮，互阮通成长。主啊，阮愿意互你来引带，也恳求上帝你用你的慈爱来怜悯阮，用你的大气力来改变阮，也用你迄个美好的旨意放伫阮的头前，互阮为着主你来向前行。愿恳求上帝你带领阮，看顾阮，教示阮。愿咱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现在咱来吟诵的圣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放伫我手，你奇妙所示，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恬静咧听候你，我心特别爱你指示，
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咱三甲起立来吟。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聪明执事甲余阳执事来。下面我来报告，先来先开始报。报告进前，咱今仔日有新的朋友，我先来介绍。吴秋梅姐妹，咱拍拍我来欢迎。来报告事项，第一项，志明乡甲美玲姐会籍已经对康宁街教会转来甲本教会。因为志明乡身躯无啥爽快吼，所以今仔日咱美玲姐伫在座吼，咱也继续为着志明乡迄个病情吼，咱来甲继续来祷。
第二，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有寄来迄个番号的文宣品吼，咱继续关心核安议题，兄弟姊妹咱要有需要的，咱甲家己去后壁遐客。第三，流行感冒吼，甲迄个新冠肺炎，游园有咧搁继续吼，咱互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有病症，也是体力较差的兄弟姊妹，咱若催暗咱搁来甲过来吼。第四，拜五暗7点半早间聚会，咱拢用每周神安宫来做教材，咱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第五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咱继续，咱牧师也是甲中心讲吼，咱来安排。下周主日礼拜的经文，咱家己看。过来，咱来看倒手边的部分聚会。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上午8点45。每周神安宫的早间拜五下暗7点半。拜六咱操会班有每个月一届，上午10点。一礼拜神安宫会要在看迄个经文记载的耶利米书第1章第40甲第10节。圣讲事项的部分，今仔日交代是社保在甲所定的插花是秋美执事，清扫是名义长老。下礼拜讲道叶牧师。书会是李阳执事，书琴是玉洁执事，领唱是余信箱，书献是我本人甲秋美执事，交代是由来兄甲谢崇姐，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谢宝姐，来顶周人数咱是抑外礼拜吼，奉献的统计咱请家己看。过来，咱看正手边的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遍。我的心静静，专务天好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请。我的心静静，专务天好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我的心静静，专务天好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诗篇62篇1节，咱游完这个，咱来互相平安问好。平安。来，咱来吟所要念的诗，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咱得实清。咱三甲乞日来吟，唱煞了后，咱请牧师祝福。归
咱拢爱莫袂记，就是上帝是有丰盛稳定，无快快受气，佮有丰盛的慈爱。伊所做一切，拢有伊好的意思，所以愿咱拢会当谦卑咱家己，安静听伊的话，佮爱对伫恶恼来得到溃力，来勇敢向前跑走，为着互伊的旨意得成，咱大家做伙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一直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